美国财政部昨天表示，坚决禁止美国公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进行任何交易，并对俄罗斯一个重要主权财务基金施以制裁。加拿大与其G7伙伴一起采取行动，停止与俄罗斯联邦主要金融机构的所有交易，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袭击。另一方面，根据普京签署的法令，俄罗斯公民不得进行外币贷款和将外币存入国外银行账户。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后，西方加码制裁俄罗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部分俄罗斯银行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支付系统之外，并对俄罗斯央行实施限制措施。面对西方国家因其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而采取的一连串新制裁措施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将核威慑力置于高度警戒状态。针对乌俄战争导致西方制裁俄罗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王文炳周一表示，中国反对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制裁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周一，乌俄开战进入第5天，随着两国代表团当天将展开谈判，俄军暂时放缓了进攻步伐。谈判是否能够停止这场战争，引发全球关注。当地时间2月28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斯列托维奇表示，乌方在会谈中要求撤出所有俄罗斯军队，包括从克里米亚和顿巴斯撤出。芬兰马林说，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导致有关乌克兰的辩论发生重大变化，芬兰将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是北欧国家，其中芬兰和俄罗斯是邻国，两国一直都没有加入北约。在中国试图以各种方式向国际社会隐瞒东突厥惨种族灭绝事件之际，一名中国游客发布的包含旅行记忆的视频，证实了中国政权破坏维吾尔社会，以及通过任意逮捕手段强迫许多家庭失踪的罪行。视频还显示了中国政权的所谓反极端主义口号和覆盖该地区的宣传海报，共产主义海报和图片随处可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克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了乌俄战争等问题。随着乌俄局势升级，从乌克兰逃离至邻国的民众数量也日益增加。当地时间2月28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表示，乌俄局势导致目前已有超过50万难民从乌克兰逃至邻国。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那些离开乌克兰的人最喜欢的国家，因为他们都是邻国和欧盟成员国。